大家好，我係律敦治醫院嘅院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心靈需要與關懷之愛與被愛。一次收到院方嘅轉介，希望院牧關懷一位嘅男病人。院牧了解後，知道呢位嘅病人係一位嘅基督徒。呢位嘅病人因為腹部嘅不適、腸道嘅穿破，急需要立刻動手術，情況非常之危險，亦都係不樂觀。病人經歷咗一次緊急嘅手術，但腸臟嘅問題仍然都未能夠完全去處理，所以醫生建議再一次為到病人進行第二次手術。呢兩次嘅手術對於要面對喺疫情底下唔能夠進到病房陪伴嘅太太嚟講，確實係感到心如刀割，內心充滿住好無助同埋驚恐，冇人能夠去陪伴佢，亦都係唔知道點樣先至可以知道丈夫嘅最新嘅狀況。直至太太喺 ICU 門外約見院牧，院牧將病人嘅狀況告知太太。院牧聆聽太太內心嘅不安，同埋陪伴佢喺病房門外等候嘅消息，太太心裏面先有一息間嘅安定。喺第二次嘅手術完成之後，病人進入咗一個嘅昏迷嘅狀態，醫生亦都未能夠確定病人清醒嘅時間，一切就只能夠靠病人自己嘅意志。呢個時候，太太同埋家人心裏面都非常之沉重。從人看來已經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只有透過禱告同埋求神嚟到去醫治。於是喺病人昏迷呢一個嘅日子裏面，家人同埋院牧就錄製咗經文，由院牧帶到去病房，喺病人嘅耳邊嚟到去播放，願禱告可以讓佢感受到愛同埋支持。手術後約過多個星期，病人終於清醒過嚟。當佢開始可以講嘢嘅時間，佢對院牧同埋視像中嘅太太嚟到去講，喺昏迷呢個期間，心裏面感受到平安同埋被愛。佢聽到好多熟悉嘅聲音，用唔同嘅方式為佢嚟到去禱告同埋打氣。最重要嘅係佢深知道有神嘅同在，佢先可以嚟到去清醒過嚟。各位嘅朋友，喺困難患難當中，愛與被愛可以成為一大嘅動力，作為病患者非常重要嘅支持。願意各位不要吝嗇，好好彼此相愛。